好來，繼續來看海關查到一包國際包裹，是泰國的牡蠣，內底藏1公斤的大麻仔，市價大約200萬。警方就將計就計，讓這個包裹寄出去，而且埋伏等要抓人。來領包裹的是一個越南籍的移工，伊領到包裹了後非常的歡喜，哪行哪跳。但是後一秒，警察衝出來，甲抓起來，法院裁定收押，這聲要面臨到10年以上的重罪審判。監視器翕到越南籍的移工領到包裹了後，非常的歡喜，加抓青蛙牙關關，走入去到工廠內底，驗過伊歡喜無3秒。因為伊反應傷痛，顛倒使人曉奇，也正做證據。埋伏佇附近的警方隨將人逮捕，包裹內底藏的竟然是毒品。真正財政保管部署查這包裹，發現這件來自泰國國際包裹異常。保三總隊接到通報，拆開檢查，頭一屆發現出名牡蠣包裝藏大麻、跨國走私的毒品案，內底5包大麻，重量超過1公斤，市值來到200萬，會當提供給3000人。越南籍嫌犯現身簽收包裹時，興奮到雀躍地跳進室內，也成為檢警認定他早就知道包裹內裝有毒品，反駁其辯詞的強力鐵證。涉案的嫌犯甲伊名字、電話甲住址提供予警官組嫌，佮鬥相共接郵部警官的電話代收包裹，想要製造經濟斷點。嚴哥有原佇過海關的時就觸破，歡喜領包裹，更加正做伊被走險一個證據。27歲越南籍的嫌犯來台灣唔好好食頭路。跨國運動也互依照違反毒品妨害防制條例，互法院裁定羈押，也將會面對着超過10檔的有期徒刑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